返嚟本港，港鐵舊年賺咗120億元，增加2成半。咁其中車費、物業同埋租務收入全線增加，賺咁多，今年仲會唔會加價呢？對於呢個問題咧，港鐵就話將會喺今年6月根據可加可減機制嚟到調整車費。港鐵舊年嘅總乘客量達到16億幾人次，比09年增加接近7%，車費收入達到86億6800幾萬，比09年多咗8%。車費點解賺咗咁多呢？港鐵就話主要係因為舊年6月加咗車費，而連接東鐵線同西鐵線嘅九龍南線通車，多咗長途客。另外過境乘客亦都多咗，但係過境服務嘅車費收入就達到24億8000幾萬。而航空業好轉，亦都帶動機場快線客量上升。機鐵舊年嘅車費收入就有近7億。港鐵賺咗咁多錢，今年仲會唔會加車費呢？港鐵就話會因應可加可減機制，喺今年6月調整車費，加定係減仍然未知。運輸業工資指數呢係要到3月底先宣布，因此我目前呢係冇法子估計呢會唔會加價或者係會加幾多價，一定要等到嗰個指數係公開咗之後先至可以知道。不過由於可加可減機制係根據對上一年12月嘅通脹率同埋工資變動計算出嚟，而舊年12月嘅通脹率達到3.1%，比09年仲要高，所以今年港鐵加價嘅機會仍然係比較高。港鐵對上一次加價係舊年6月，當時亦都係按可加可減機制加價大約2%，平均每程車加1至2毫。呢一次係港鐵13年嚟首次加價。另外，對於港鐵近期出現嘅連串事故，周松崗話港鐵一直都冇鬆懈，但就請市民諒解。